上午8点半，成都市三环路石阳立交至天府立交路段上，好几位骑电瓶车上班的市民都遭遇了爆胎，无法前行的他们只能就地等人将车胎补好。我们沿着市民们骑车来的路大概走了一遍，却并没有在地上发现钉子之类的东西。但是在同一时间段，同样的一段道路上，频频有电瓶车遭遇爆胎，难道这是巧合？应该是有人按钉子噻。 给是按的钉子噻，不可能全部都那么子挤了噻。他们说你补个胎20的嘛。啊，有时候要取20，等于是人家说的啊，人家开摩托车说的，你我补好我给你20块钱，是这样子心急的，不是的我们叫你价钱。那你晓得这个地上钉子是哪按的？我哪晓得？跟我9两个在弄，你问他嘛。你晓得是哪些人砸的呢？哪个小弟啊？是不是你整的哦？哦，不是，不能没事，不能没事。记者从附近巡逻队的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，像这样的情况发生的时间都是有规律的。要找的是6点过点，车子过得很全部都要找，基本过来个找一个。早上的时候，每天早上。不是每天哦，他就是反正1个月就有2次的样子。他大概就是5点过点丢的，他环卫一扫，有那个扫灰尘的那个车子一扫就对了。像你们现在来跟你们对了噻。虽然不知道究竟是谁选择这样的方式来挣钱，但我们还是想提醒一下这些想通过不法手段获得金钱的人，没有被人逮住只是偶然，而要干这样的勾当，必然是要受到惩罚的。